入到嚟咧，我哋喺呢個5樓平台嘅位置，咁呢度都係住戶先上到嚟，上到嚟咧就轉 lift 去翻1座同埋2座唔同嘅單位。咁lobby 嘅左手邊位置有一個門，要推出去咧就係直接連接翻呢個屋苑嘅平台位置。咁係一啲公園啦、水池啦咁樣嘅。咁見唔見到成個屋苑咧，其實做得幾靚，水晶吊燈啊，白色嘅石器牆，非常之大氣氣派。呢一度咧，成個屋苑係由呢個保利置業同埋上家集團打造嘅。而家咧，我哋就身處喺呢個油塘高超道嘅一個全新樓盤，咁佢亦都係即將係現樓開放㗎啦。咁嚟緊今年嘅6月30號就係預計關鍵日期。我哋而家係1座 A 單位，實用面積474尺，呢個係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嘅戶型。門口入嚟位置咧，有一個小小嘅玄關走廊位。入到嚟大廳一個開放廚，跟住呢邊長形直廳，2間睡房，474尺 A 單位呢個。咁主人房咧仲有一個 L 型嘅各自窗，配合一個工作露台。洗手間嘅位置有窗嘅。